动作。开声音。好，咱时间到吼，请主劝来带咱祈祷，就要来今仔日个礼拜吼。各位兄弟，老早，老早平安，请咱额头当心来祈祷。万宽能的天父啊，阮感谢你，伫你的10个月，阮拢有平安。愿你的疼，你的救赎，临到伫受难的人，互因无惊吓，有平安甲因同在，安慰着伊的亲人甲照顾的人有得到新的快乐。因为这个疫情实在是太惊人，这是人类家己骄傲做出来的瘟疫。愿主眷顾你所创造的人类，愿你的祝福也临到阮众人类。阮伫遮感恩，奉主耶稣名，阿门。阿门。走个。桃花扶持谦卑的人，将歹人降低到涂骹，恁着感谢耶和华唱歌、弹琴、唱歌学乐咱的上帝。请咱来吟诗学乐，圣诗43首，圣诗43首，人对我讲，搭咱来去。第43首。人对我讲，搭咱来去。主呀，
心消毒，兄弟心下呀罗萨灵，原来听你点来，下手去做联络最情，选民乐敬拜。地下主写心花不足，是上代笔的家，就推声下祈求平和，要你永不无退，愿你下来永守平安，愿你将来安乐，归愿当看地中间，愿主是阮所护。为咱上帝吹呀花，一生的主言过，我要退你救主无山，愿你赐福帮助。就是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西洋中国话上天，打坐伫转灵被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34，启应文34，也是以赛亚书53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我所听见的，有志追信啊！耶和华的手是治罪显明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青紫的油，也亲像君发伫大地，伊无好行踪，无危仪。咱看见伊也无好形容，通互咱信无伊，伊受看紧，互人放杀，受济济苦痛，常常拄着忧闷。伊受看紧，亲像互人颜面无看一样。咱也无尊重伊，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阁无开嘴。伊亲像羊仔，牵到受台的地，佮亲像羊伫检问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也安尼无开喙。
伊对压迫受审甲审判受处去。伫伊的世代，之最受到伊对外人的地受剪除，也是因为我的百姓的罪过受拍。伊虽然无惊强暴，喙也无有诡诈，犹豫伫伊的死甲歹人同亡，也甲妇人相夹。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总是伊担当侪侪人的罪，搁替罪犯祈祷。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今日咱所要读的是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21节到31节。以赛亚书第40章21节到31节。恁敢袂知嘛？恁敢袂听见嘛？对起头敢无甲恁讲明嘛？对设立地的根基，恁敢无明白嘛？主坐伫地的大坡地上，徛起的百姓亲像草莓，伊天规天亲像丈白，安置伊亲像通徛起的布片。伊予君王规地无，地上的审判官诚做空虚。因是拄仔栽，拄仔种，伊的丛拄仔定根伫地里，伊一个盆伊顶面拢孤单，光烈风将伊吹去，亲像草油一样。恁举目看顶面，看一堆创造者的鸟笑目，带遐个万军出来，伊一个一个称因的名，因为伊的权能，搁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连一个也无欠。雅各啊，你啥事讲？以色列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隐目伫耶和华，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永远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先，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亚神的，伊予伊气力。两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野，勇壮的人也会滑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起势飞翔，因走也无野，行也无先。咱来读现代中文译本。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见吗？不是有人早告诉过你吗？你不知道这世界怎么开始吗？上帝坐在大地的圆顶上，地上的人看起来像蚂蚁一般。他把天像幕帘揭开，像铺开人所居住的帐篷。那下面有权势的王侯，使地上的首领全归乌有。他们像幼小的植物，刚刚抽芽长根，上主一吹风就枯干。旋风一起，他们就像麦穗被吹散移了。谁能跟神圣的上帝相比呀？世上有人像他吗？你们仰望天空吧，是谁创造了星星？是上帝，他率领他们，像率领军队，他知道他们的数目，他一一指唤，
指名呼唤，他的能力强大无穷，没有一颗心敢缺席。以色列啊，你为什么还在埋怨？以为上帝不知道你们的苦难，认为上帝不关心你们遭受的冤枉。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见吗？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了全世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高深莫测，他是力量给疲乏的人，他是力气给困倦的人。年轻的人会疲乏，强壮的青年也会困倦，但是依靠上帝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断，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张开翅膀，他们奔跑不疲乏，他们行走不困倦。以上愿上帝祝福伫咱所读以所启示的话，这是咱要请牧师来祈祷甲监督。伊今日所带的信息是听甲。咱三个来祈祷，听头阮的主上帝，阮的天父，阮伫遮搁一摆自己伫你的面前，阮用虔诚的心来敬拜你。阮也恳求主你会继续来看顾带领。阮特别要献上感谢，伫过去年日你的保守，也互疫苗的生产会当帮助侪侪人会通有即个防疫的抗体伫身躯顶。阮的加州已经有超过10%的人接受到疫苗的注射。阮期待即个数额会哪来哪悬，哪来哪普遍，会帮助阮伫疫情的中间得到控制。当然，阮需要甲你做伙来同工，就是阮需要做好家己的防备，戴喙红、洗手、消毒等等遮的代志。但是阮犹原需要注你的怜悯甲恩典，甲阮三个弟弟。你的保守要带来互阮，不但是身体的健康，也有心灵的平安。阮也为着你所带领台湾的防疫的即个团体，也互即个桃园的疫情会当受到控制。前几天台湾的地震有真侪人受到影响，也求主你来看顾。祝阮将阮的教会也交托伫你手中，阮的兄弟拢交托伫你手中，祝你继续来带领施恩伫阮的中间。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做来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面亲像伫天日。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甲传吼。我用这个音响的意思就是讲。咱知影一个音响吼，好甲歹，就是讲伊所传出来的声，有成原来的声啊无啦。所以咱如果用一个麦克讲话也是放音乐入去伫即个 speaker 了后，即个 speaker 就是传啦吼。那伊传出来有成原来的音无？假使一个 speaker。一个音响，牧师伫遮讲话，传出来声是一个13岁囡仔的声，那安尼就有问题啦吼。所以用即个角度，咱要来思考伫今仔日的经文，以赛亚第40章伊所咧讲的话，伊问遮的以色列人，恁有听见过无？恁知影无？吼伫个另外一个经文咧甲咱讲着耶稣伫即个世间咧传福音的即个工作，伊所交代互门徒
的即个代志吼，咱念伊会继续来思考啦吼。伫传统上啦吼，咱听真济诶早期诶教会，若去招人来伫教会诶时阵，拢会讲啥物话？来对阮来教会吼，听道理啦吼。若准是迄个无信主诶人吼，伊会讲啥？信教吼。但是伫教会，咱定定听到是讲，你来阮教会听道理。因为安尼，是毋是因为安尼做，真有真济咱传统伫长老会中间，咱诶信徒安那，拢干那要听尔。我捌甲咱三角分享过，讲基督徒应该是对即个军队者，诚做学习者，然后爱诚做迄个受差遣诶。就是讲，军队诶人，然后爱进入门徒诶阶层，然后上落尾爱诚做一个使徒。使徒是就是讲受差遣诶人，吼。咱毋是咧讲迄12个使徒啦，吼。咱爱诚做迄个受差遣。受差遣诶目的是要怎啊？亲像耶稣基督伊所交代去传福音啦，吼。到底要传啥物话？当然就是对听来嘛，吼。一定爱听，听本身是一种诶学习，吼，是一种学习。即个学习是要学习主诶道理。咱咧讲，保罗传道理、传福音，耶稣传道理。那保罗传福音、传国外诶基督，咱会当了解。我要互咱思考一项代志，就讲耶稣传福音是咧传啥？吼，到底伊咧传啥物福音？哦，咱较少去斟酌去想即个问题。保罗传国外基督，咱讲迄是福音嘛，吼。但是耶稣基督伊传的是伊家己，也是咧传啥物话？传旧约，吼。若较积极的面，听道理，毋是讲叫咱坐咧听尔定，咱必须爱有行动，因为听的目的。迄个上落尾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来传啦，吼，要来传互未信的人来听，也毋捌耶稣基督的人来听，所以毋是坐咧听来听，就是讲咱爱学习，来学习。如果咱若敢若接受迄个救恩，讲我愿意却无行动，这毋是基督教的信仰啦，吼。决志较简单啦，吼。行动是有一个，各有一个距离啦，吼。这就是犹太教的信徒上大的问题。因有领受救恩，所以因知影讲，因家己本身就是选民，因嘛愿意，但是就做袂到，吼。咱连伊会阁继续来讲啦，吼。基本上犹太人也是讲法利赛人，因是只有听无传。因只有听无传，甚至耶稣也捌讲过，因不但是无传，无去照顾，无互人，因为因来得到福气，因甚至佫欺负迄个孤儿寡妇，佫吞食因所拥有的财产。咱会记咧伫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第一个受上帝呼召，即个族群的始祖。上帝甲伊呼召的目的是要互伊得到福气，要互伊成做大国，然后要互所有的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后壁即个部分才是行动的部分啦，吼。所以到特别是伫新约福音书的时代，咱看见法利赛人足严重的问题，因的排他性，吼。一直到初代教会，佫有真严重安尼。咱拄读即个保罗的宣教旅程了后，咱清楚知影，伊去到每一个所在，除了以弗所是当地遮的拜神明的人来甲伊抵抗以外，差不多拢是犹太人咧甲作对，拢是犹太人。逐世界特别是。伫使徒行传所记载是亚细亚的犹太人，亚细亚的犹太人真严重，佮对到伫耶路撒冷去控告伊，
为什么？因为保罗所传的甲因所了解的无共款，因无法度接受伊认为保罗是作乱的，结果因家己才是作乱，这是咱嘛会拄着的问题啦，所以因拒绝福音，而且搁严格来阻挡传福音的，传迄个国外的基督，对因的头壳底，对因的心内咧想的，这耶稣就是已经去用钉十字架啊，是一个背叛者，毋是一个犹太教的这个中心的思想，所以伊对这个拢无法度来接受。因摆脱破病的人，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人？就是迄个生太哥病的人，因单甲排除伫个外口，因毋是想办法来甲伊帮忙，毋是安尼。因摆脱社会的边缘人，写伫倒位？伫路加福音第2章咧记载耶稣降生的时阵。这个天使传福音的时阵，这个各样的人，因毋敢入去做户口，为虾米？迄是命令落来呢，所有的人拢爱倒转去家己的故乡呢。但是这个人安怎就伫个黑暗的旷野，毋敢入去城市，毋敢入去城市。因摆脱伫眼中犯罪的人，什么人？像埃亚撒该，这个抽象的。因感觉讲，这个人食碗来洗碗外，所以因真摆脱因。甚至耶稣甲这个人做伙食饭的时阵，因也搁伫迄个所在来指责，因用因家己的角度，因家己认为对的，因伫遐咧指责。因摆脱甲因无共文化、无有共同经验的人，伫咱即几天即几礼拜的早经，咱咧讲到即个路德这摩押的人，甚至牧师咧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咱对原始去甲看，因拢是甲因共宗族的，但是因为安怎，因遮的人无甲因做伙入去伫埃及，无做伙出埃及，然后搁伫当地通婚拜偶像，因甲因排斥，讲遮的人拢是外邦人。虽然咱知影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共款的以色列族内底的，但是因认为因毋是，因嘛排斥意见无共款的人，像咱拄则讲的保罗保罗甲因意见无共款，所以因伫迄个所在来排斥伫迄个所在无去接纳因。当因要开始想要接纳的时阵，却要求外邦人爱接受甲因共款，这是文化问题啦因感觉讲，若外邦人要诚做犹太人，就爱甲因共款来受割礼伊讲要抬，逐个拢做伙抬安尼伫迄个外表的形式甲因共款。伊讲这是记号上帝所赏赐的啦咱要来思考是讲，亲像犹太人，亲像法利赛人，因拢有听见上帝的话，旧约有足侪先知的话，有足侪士师的话，有足侪祭司甲因讲话，嘛搁较早有足侪族长甲因讲话，但是因有听无着，欠缺迄个行动力，无有迄个呼召真侪人对信仰只有选家己要爱的却无用真理做这个凭据这个是足大的危险足大的危险。犹太教徒、法利赛人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是安怎因足爱安尼穿好水水伫咧街路的祈祷大声，互人感觉伊真敬虔。因用文化甲传统来赢过真理的救恩，所以因认为保罗所传的是一个作乱尔。虽然保罗游玩伫第3摆宣告旅程倒转来伫耶路撒冷了后，甲使徒报告了后，共款照规定，照犹太人的规定，去伫圣殿去清起家己献祭，佮将伫外口募款的金钱来奉献。
但是因犹原感觉伊甲因无共阵诶，因感觉讲已经跳离开犹太诶传统啊，咱看今仔日诶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伊讲安那，恁兼袂知，恁兼袂捌听见。以赛亚先知讲话对象是啥物人？是受掠诶以色列人，是受掠诶以色列人。因掠去了后，可能因嗨惨，因感觉伊家己无愿望啊。但是因无去思考着家己诶问题，所以伫遮先知以赛亚甲因提醒：恁敢袂知？恁兼袂听见吗？对起头兼无甲恁讲吗？上帝呼召因诶时阵，迄个时阵是伫亚伯拉罕伫创世纪内底。今仔日诶经文嘛有讲到上帝诶创造，上帝创造，所以伫一开始诶时阵，就已经存在，就已经互即个以色列人知讲对设立地诶根基，恁兼无明白吗？上帝是创造诶，上帝自早就已经存在，但是以色列人却离开去拜偶像，然后受掠。伊佫讲着。住坐伫地诶大苦，住坐伫地诶大苦是咧讲啥物诶？伊咧讲亲像迄个天开天，亲像即个长白共款，即咧讲啥？咧讲着中文咧讲叫强创啦，就是强创。意思讲上帝创造诶一切，上帝本来就伫即个宇宙强创内底，这是耶稣所咧传。诶，福音啦，迄个道理，就是对旧约诶创造开始，然后迄个救恩诶焦点放伫耶稣本身，咱后面会去讲到即个部分。所以咱会当看伫讲，以赛亚先知佫继续来提醒以色列人，爱举目望天来看。伊讲叫因举目看顶悬，看啥物诶？看强创。看所有下遮诶创造，是啥物人所创造诶？家己去想看觅啊！是啥物人照即个少爷带遮诶万军是咧讲遮大自然啦吼，一个一个称因诶名，一个一个称因诶名。以赛亚先知所咧讲诶，好哪亲像上帝赏赐亚当有迄个气力，甲所有诶动物叫来。一个称伊诶名，所以圣经甲咱讲真清楚，上帝创造人是照伊诶形象，赏赐咱有伊诶能力甲智慧来替伊管理，但是咱袂当因为安尼袂记咧迄个创造诶源头。再来讲雅各啊，以色列啦，雅各等于咧讲以色列啦，伊咧讲你拢讲上帝对。阮捌即个伊家己无互咱看见，意思是讲，伫受掠诶境况诶内底，因伫遐埋怨啦，因无看到上帝啦，看无到头前诶路啦，看无到头前诶路啦。但是因袂记即是，其实是因离开上帝诶路。所以28节伊佫强调讲：恁兼袂知，恁兼袂听见，恁兼毋知影恁家己要传什么货。就是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甲伊诶门徒讲我要去诶所在，恁知影。但是门徒讲，你要去对，阮哪会知？但是耶稣嘛是甲因讲，即要去诶路恁知影，要去诶路恁知影。要传什么话？咱袂当亲像以赛亚先知40章所咧讲，遮诶人讲上帝诶路对阮来温密，无啦，咱拢知影，咱食做基督徒，咱拢听过。犹太教徒真爱传家己诶话，耶利米书29章第9节安尼出现，伊讲因为因托我诶话对恁宣传白贼诶话，我并无找因，这是耶和华讲。有诶人拢假上帝诶名，结果是传家己诶话，假上帝诶名传家己诶话，这是足严重诶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所在，伫咱读过《使徒行传》，当因第一届保罗第一届宣教倒转来了后，从外邦爱受割礼诶问题，保
带转去耶路撒冷，互使徒会议去讨论了后，使徒写一张批倒转去安提阿，甲因讲我听讲有几若个人对阮遮出去，用语言扰乱恁，来迷惑恁。其实阮并无吩咐因。所以咱会当看伊讲有真济，亲像即种诶犹太诶基督徒信徒，因用家己诶话借着上帝诶意思，然后去传家己所要讲诶话，这是足严重诶物件。彼得嘛捌家己讲话呢，彼得伊掠做家己是体贴上帝诶心意。当耶稣问因讲恁讲别人讲我是啥物人？然后问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彼得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诶囝。了后，耶稣甲伊讲，过来无偌久，我要受苦。伊就挡袂牢啊，讲袂使。圣经甲咱讲，彼得来劝耶稣，伫迄条原文，即个字是足严厉，叫做责备。一个学生来责备耶稣，讲啥物人诶话？讲伊家己诶话。所以耶稣回头来讲啥？撒旦退我后壁去。所以你看，咱对马可福音第8章30节到33节，伫这个所在，耶稣禁止因甲人讲伊就是基督永生上帝诶囝。再来就有言讲，要伫受济济苦，要伫长老祭司诶文书者诶人诶来陷害被杀，过3天过活。耶稣讲即个话了，彼得看32节上落尾，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这个劝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拄则牧师所咧讲迄个，我倒转来遮互咱看，责备，就是责备。咱来想看觅啊，咱真侪时阵用家己诶想法，咱毋但是行毋着路尔，咱阁想讲咱会当去责备咱诶主，这有够严重吼。所以到落尾，耶稣甲伊讲，撒旦退我后壁去，为什物？因为你毋是体贴上帝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你毋是传上帝的话，你是传你家己的话。较清楚来讲啊，较清楚来讲，咱看保罗咧传啥物话？保罗伫咧为着伊的辩解，这是要开始第4摆去罗马的旅程，就是受审的旅程，这个辩护的中间，伊讲我得着上帝的帮助，到今仔日搁去徛一条，对着尊贵卑贱甲这所有的人来做见证，所讲的并无外口的话啦，就是亲像先知摩西所讲要成的事，啥物事？就是基督要受害，而且伫死搁活。伊咧讲着伫旧约就已经有言。这就是耶稣咧传的，这就是耶稣咧传的。迄个救恩要伫伊心上来显明，也是保罗咧传的。耶稣要受苦，要对死搁活，要甲即个光明传互百姓甲外邦的人。耶稣所传的，拄则咱一直咧强调这物件。耶稣咧传的是迄个伊来的目的，伊要来的目的。是咱今仔日另外一个经文，马可福音第1章38节，伊讲，咱到附近的村庄头去，咱伫遐来传道，因为这是我来的目的。耶稣要传的道是甚物话？是甚物话？约翰福音10章34节到38节，耶稣安尼讲：恁的律法毋是写着讲我捌讲恁是上帝圣经的话是袂当废除的，若是遐承受上帝道理的人。称作神被所分别做成找来世间的家己称作上帝的囝，恁还佫跟因讲，你讲这个违背上帝的话吗？所以耶稣咧传的真清楚，是旧约咧有言的救恩，要对伊的心上，上帝的囝来伫世间家己咧传迄个救恩的路。伊讲我若无行我爸的事，恁就免信我我若行恁说事，恁毋信伊嘛着爱信啦
佮叫恁知影明白，爸伫我诶内面，我也伫爸诶内底。这是耶稣真清楚所咧甲遮诶犹太人所讲诶话。上落尾，咱若准无传，会发生啥物代志啊？吼，这保罗伊家己伫对哥林多教会所讲诶，讲我传福音是无啥物通外口，因为伊是不得已，伊嘛毋是咧传家己啊。伊讲我若无传吼，有在下是安那？因为伊是有呼召得到救恩，然后听见福音，过来后壁，才是真正爱做诶代志。所以，伊甘心做这个代志，就有想说，伊若毋甘心，这个责任你嘛是爱做，但是你无做，你就是得罪上帝哦，你就得罪上帝。基督徒当然爱领受救恩嘛，吼，无领受救恩就袂当称作基督徒。过来嘛是爱领受呼召，所以咱着听，毋是讲伫遐听道理尔尔，咱也爱传，亲像保罗共款。但是咱嘛爱真细致来传，咱是要传基督，是要传上帝的旨意，也是咱要传家己的想法，像阿波罗共款。咱看见伫伫使徒行传18章后壁面，咱就看见讲即个毕基拉因夫妇咧甲阿波罗来纠正伊所讲的有问题。咱到底要传啥物话？特别是伫即个咱面对即个疫情的中间，咱所活出来的见证，互人所看到的，是即群人真正是基督徒，有信心倚靠上帝。伫以赛亚书第40章上落尾，咱今仔读的30、31节的时阵，咧讲着讲中文的好啊本，咱可能较俗吼，如鹰展翅上腾，搁一摆得到开力，吼，搁一摆得到开力。当咱咧面对即个困境的时阵，咱若有相信主的救恩是甲咱同在，咱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咱亲像咱之前咧讲，遐个去迄个议会抗议，遐个讲上帝互我有呼吸的自由，我会当做我想要做的，我无管政府安怎规定。这是咱爱去思考的物件。上落尾，佫倒来拄则互咱看迄个图啦吼。一个影响若无忠于原因，这个影响是无好的影响。如果一个基督徒的性命无法度去活出迄个咱所传的，那安尼咱听的、咱吸收的，甲咱所放出来，互人无法度安那match做伙。安尼时阵，咱真正是需要佮重新来思考，特别是咱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已经1年偌久啊吼，将来冒一个疫情是安尼遮尔啊大，佮遮尔啊长的时间，吼，影响遮尔啊大遮尔啊长的时间，咱需要上帝恩典、上帝福音伫咱的内面，咱需要活出迄个好好的见证，成做一个忠于原因的 speaker， 互人看见咱。真正是主所求的，主所听的百姓，咱做来祈祷。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年日你来保守看顾阮。虽然阮拢会烦恼，甚至阮会惊吓，但是阮恳求主你的恩典，甲阮三角伫地。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阮倚靠你，阮无啥物通惊。求你亲像以赛亚先知所甲阮讲的，阮咸菜少年换啦会累志，会无气力但是阮需要倚靠主你的恩典，搁一摆来体恤培全，互人看见阮的性命是一个真水，无有惊吓、有主你通靠的性命。阮用阮的性命来传达出一个真好听、真水的见证的性命。互人看见阮，就会通明白，阮是你所求、你所听的儿女。阮为着教会、为着兄弟来献上祈祷，也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求主你的恩典继续施落伫阮的中间。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主见。请咱来吟诗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圣诗465首，圣诗465首，有一赞诗实在好听。第465首，有一赞诗实在好听。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报。人若心就拢无惊，真正是通好乐。是故人不忍心，是故人要不忍心，我在心情，是故。这时，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来奉献。即马来吟奉献的诗。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听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长阔关心，袂当测度。原地拢学落你，愿讲好那称颂你的名。我的主啊，耶稣基督。当阮患难的时，你安慰阮；当阮孤单的时，你甲阮同在。阮的生命中，因为你的听，来充满着美丽的色彩。你赏赐阮活命可好，阮逐项拢到家。
因为你的受定，阮会做来得到讨棒。阮知主捌应允，亲像主导文所启示的安尼讲，阮行过死荫的山谷，嘛袂有惊死亡的凶恶。虽然头前有危险，阮也无惊灾害，因为你是阮的主，要甲阮同在。你用你的腿甲我保护甲安慰扶持阮，互阮逐项到业。佮用油来抹阮的头壳，互阮的背腹满盈，互阮拢无欠过一样。主啊，阮感谢你，我免将阮所有的，拢将阳光归互你。愿你的平安，甲阮正人类同在，互阮离开阮人所做出来的灾害甲迫害。阮伫遮，阮也诚心奉献出你对阮的所事，愿你欢喜来感纳，用出拢得到你的旨意。阮的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免。这是请牧师来具体关怀，甲属当报告。好相款就是讲，有足侪人认为讲吼，带注着这个疫苗了吼，就拢无代志啊吼。事实上毋是安尼吼。遮有一个朋友传一个信息过来，讲伊的囡仔呢是医护人员，已经注好2摆啊吼。但是伊了后单着病，没有症状，结果伊的老爸母60、70岁啊，因为安尼着病吼，伊无细字，就是讲无代志啊安尼吼。所以咱阁是爱做好即个家己的保护的动作啦吼。疫苗是会当帮咱咱较侪人莫去着病，还是讲较轻的症状吼。好，咱也继续为着即个加州的全世界即个疫苗的注射吼，来祈祷吼。疫苗即个目前伫世界的分配顶悬，还阁真乱安尼啦吼。好，咱伫前礼拜5、拜6注射率已经超过10%吼，咱的加州吼，咱也感谢上帝，求主继续来带领吼。咱台湾2月初6透早吼，有发生即个较大的地震吼，有真侪人拢惊着安尼吼，咱也为着台湾祈祷。好，这接续是教会的公告啦吼，咱要伫2月21号伫礼拜三了后来召开会员好会吼，咱伫周报的即个后壁面有咱的名单吼，照咱教会的章程的规定吼，咱有即个甲名列出来。你有啥问题，当来甲我反映，还是讲甲即个David 来反映吼。好咱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做2020年的事工报告甲结算吼，过来通过2021年的事工计划甲预算吼。好，共款咱就是因为目前政府无允准咱礼拜堂聚会，所以咱爱用网络啦吼。后主日请大家准备即个圣餐的物件，咱做伙来领受主的恩典吼。过来拜5、12号，拜5阴暗7点半要来读路德记第2章吼。前礼拜的人数23人吼，早经是11人，咱的奉献是810块吼。这是后礼拜的礼拜的资料，服侍的名单伫遮，请咱同工来准备。这是咱来读这礼拜的金句，记载伫诗篇147篇第1节，咱来
读两解，恁着学了耶和华，因为唱歌学了咱的上帝是真好真妙，学了是合宜。恁着学了耶和华，因为唱歌学了咱的上帝是真好真妙，学了是合宜。诗篇147篇第1节。这是咱来吟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台湾主的恩典，甲咱三甲基地，将伊圣神的看顾赏赐伫咱的中间，将平安赏赐互咱，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奏乐一道。今日礼拜到这，我来甲这个 PowerPoint 甲 Live 关起来，咱会当开咱的这个声音甲影像。